啊，2日時間啊，呢個癲狂模式啊過關啦啊！唔好話我一開始玩休閒啊，休閒係啊，第一時間要體驗遊戲，唔係進啲壓力。體驗一次遊戲整個故事流程啊，第二次嘛癲狂模式咯，係咪啊？好啦，有型得唔得啊？2日時間俾大家睇下咩成績啊？啊，你都唔睇啦，係睇我成績單過嚟嗱，非凡特工啊，成績癲狂模式啊，6個鐘啊，6個鐘，癲狂堅毅特工啊，非凡特工差唔多啊。不過啲遊戲今呢一次真係有啲真係有啲失望啊。點解咧？就因為佢有啲最後生還者嘅感覺啊。你話打鬥嗰度，因為我玩生化危機，我玩生化危機就係要解謎，喪屍恐怖嚇我，然後劈佢爽快，跟住咩？跟住2、3個鐘就可以通關嘅，咁先好玩嘅遊戲啊嘛！你睇下，要成6個鐘啊！點讚點關注發出去啊！堅持式評論，通緝粉埋啲睇唔到啊！成績表，生化危機9癲狂模式圓滿結束。精神，哈哈哈哈哈！邊個話我啊有玩休閒模式㗎？嚟挑戰下，嚟挑戰下，2日時間完成啊！挑戰下啊！影埋呢個啊，你睇成個咩？成個研究室咁樣呢度。